湾头一个牛在在接，啊，但是这无耐用，这塑胶，这pan帆布较用，啊，所以我换这。 啊，这看起来足贵呢。这靠民国50年前做的，这是装啥的？牛蹄啊，这地底牛呢。太平歌舞呢。头家你拢咧讲啥？我拢讲行啊来话。 小姐，小姐，你去底下落落去。这个哎，你底下滑去哦。真正破。你为这去头前，我正去赚几百公尺，为跟环保的，袂啷甲你修理。感谢，别感谢，多谢多谢。头家，恁家是有咧修理卡棒吼？有咧。 哎呦，遐厉害哦！大卡，你看嘛，那地甲破破去啊！那咱帮我修理一个。好，奶酪和帆布无共，奶酪会水，所以爱烘一个较袂水水。袂水水就会水。对。头家，我看你这间店就有历史的呢，这是什么时阵开始开的啊？对阮祖先对福建过来，1860年到这站。啊，一开始就是咧做卡棒吗？唔是，较早是做杂车啊，杂车就是画玲珑。啊，歹势，我画玲珑嘛无听过。画玲珑。画玲珑就是人咧用一台脚踏车。 排遐个化妆品啦，尖刷，四过袂四过走安尼，迄就是画玲珑的意思啦。啊，是为虾米会开始做帆布啊？咱嘛是爱用茶啊，古早是拢纯棉的，就是帆布。这就是帆布吼。嘿，啊，掠日迄就是布棚。原来迄是布棚。嘿，布棚掠日。对。帆布顶物件。你这修理好啊，互你袂落去。哇，足水的呢！ 你看我即摆卡板已经剃好啊，真正剃到有够水的。你看这个线，哇，真正水。阿伯，那是你？那是阮兜。这恁兜，所以这是你的。我弟弟。哇，恁兜有足侪无共款的茶啊，拢足水的呢。谢谢。敢不让甲介绍一下？台湾头一个牛蹄在接。 啊，但是这无耐用，这塑胶，这pan帆布较用，啊，所以我换这。啊，这看起来足贵呢。这靠民国50年前做的。这是装啥的？牛蹄啊，这地底牛呢。太平歌舞呢。啊，为什么要车这啊？民国50年时阵，拢唔拖地啊，起风风被煞用的时，啊就阿死阿脏，啊所以变咗用这个甲砍的。你的帆布顶悬的布棚。对对对，啊这卡就是放这卡，等人客买爱做这卡，互人客。你看内面都有车。 布棚呢？对。所以你讲人客讲啥物，你就会当做出来。差不多拢会当，是搞讲还无搞讲。好嘅，安尼我想要做一个甲这白大的帆布袋啊。你等下，我弟弟来做，互你看。安尼我去请教一个。头家，我今晚要来请教，要安怎做这个帆布袋啊？我先切一抓，互你看，爱掠好济，哦安尼，啊豆豆袂速度袂使紧，掠好好。 较袂大细芳，啊！我这抓车了，换你车。哎，为倒位开始啊？为这开始啊？你爱有一个好势，你爱甲吐起来，啊放落去，放落去，啊来。要来打尖车。豆豆打了。豆打了。哦。哎呦，刚才小弟，哎呦，歪去歪去。在有伫遮咧，甲你教我紧。哎呦，就紧就紧。较慢咧，嘿，小紧点。无法度控制。 这是师傅车的线，啊，这是我车的线，外高起线。袂歹啦，袂歹啦，啊，真用，啊，个补强一抓。师傅全部顶来咧。安尼茶啊，咧茶重较用。还行，哇，这就是我做的茶啊，甲我同款水的茶啊。多谢两个头家，头家你的帆布茶啊，遐尔好，敢有想过要传给学生啊？会有要学，阮就甲教；啊，若无人要学，阮就继续做，做甲有法度通补土豆。啊，若会当补土豆，阮就搁继续做。头家想要请问讲，咱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的话？行会人就是理会，伊个甲你讲就是伊爱知影这物件安怎用，下着伊的意思，啊，伊就甲咱买。搁有捌会的人，就是买会的人，伊就是捌这项物件，较会来买。所以咱这道行啊来的话，就是嫌会人，就是买会人；搁有捌会人，就是买会人。万般工艺拢着汤，台湾工艺接袂长。即摆时代一直在变化，
洗这篷布袋啊，伊的形甲用途嘛拢无共款啊。不过共款的是，师傅拢是用心在制作的，而且师傅佫会当照人体意思落去做。你今仔日想要装啥物，伊就会当做啥物卡棒互你哦。所以我今晚就要来用我新的卡棒来装我的旧卡棒。头家你好，哎，你你好。无闲，我是阿嘉。哎，阿嘉你好。你好。你这个检车行已经开偌久啊？这有一张相片，你看卖啊，这个这大馆顶这的迄个天花板啊，是不是甲这一模一样呢？哎，是呢。这是昭和17年7月1号翕的相片哦。是几百年进行的代志。无啦，无遐久啦。无遐久。昭和17年差不多伫民国31年，这是第一代。啊，你看到这罐罐啊，这个啊，足缘投的。足缘投的，算阮阿祖。啊，你谈到今仔你是第几代？我是第5代。已经第5代啊。你帮我摕去张相片。这张好。对。哇，这是啥物人？穿西装的啊，是阮阿公。所以这是你爸爸对无？我爸爸这个红鞋啊，是阮爸爸。啊，你即摆看这片门啊，甲咱即摆你头前所看的这片门，是毋是一模一样呢？是呢。不过我拄则伫外口有看到4个数字2743。对，迄是什么意思？电话号码。对，即摆电话号码毋是7码吗？对啊。一起的时阵电话应该无遐尔，毋是大家听，无遐普遍。无遐普遍啦，所以一开始电话号码敢若3个号码尔哦。哇，安尼就一直传到即嘛。就传到即摆，就即摆就是点击愈来愈济，电话号码头前佫加一个字，吼，佫加一个字，佫加。继续加，继续加。即摆就有7个字。哦。 7个数字。这间店真正是足久的。阿嘉，你看卖啊，这幅图。是。这是阮的边仔，是毋是甲咱当天一模一样呢？哎呦，真正的，拢是黑色的。拢黑色的。然后我肯定有一个 logo 啊，你看阮怎第一代 logo。这是梅花哦。这是樱花。不过我拄则行出来，有看到涂骹有一个，这个 logo 感觉甲顶悬的无共款的。这个 logo 啊，是阮的第2代的 logo。啊，因为阮当时咧做检车，所以用一支针来填。啊，这个5个字啊，就写甲真像安尼你填的同款。啊，搁一个地接就是讲，这是一个 W 的图，甲阮兜5个英文字 WU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安尼感觉较温馨的感觉。较温馨，较少年款。是。想要请问头家，这个检车已经偌久啊？那以这代来讲啊，吼是7、80年了啦，7、80年，7、80档啊啦，这代是阮兜做的。哦，这台是恁兜做的？为头到尾啊，从来都是民国60年以前是农业社会，检车就是继承，因为有一个省主席叫做谢东闵，伊认为讲检车医药箱甲工具箱是家庭必备。省政府的时阵，因为公家有一个结合结婚嘛，谢东闵就送一台检车，一个工具箱，一个。哇，遐尼好！哎，啊，因为你做农事啊，做啥物工程，靠破机难免下啊，所以讲迄阵啊是非常普遍的。啊，当然一段时间的演变，检车怎变好耍的啊？哎，对。哎呦，有天分呢！哎呦，真高！我找到机卡，就是真正是你袂当上大力，你就是爱安尼轻松踏就好。头家这就是电动的检车。电脑车。安尼我敢袂当写我的英文名？咱即马先写 A401，对，啊，设定了。就会使啊？啊？遐尔自动，安尼就车好啊？加线。哦，连加线嘛是电脑咧加咧。电脑加线，你看我的英文名。头家，咱这道敢有啥物常语？无啥物足特别的啦，但是一针加一线，车出检线前。即摆的小朋友无啥会晓检车，伊嘛破去，一定会找阿嬷、找妈妈陪车。一针加一线，车出检线前。家己检车行为民国41年到大，其实已经传到第5代啊。对因来讲，这已经是一种社会责任。在我看来，检车其实是伫因家族感情的力量。我相信家己检车行一针一线的感情，一定会当继续传落去。